来继续来看新政府就任得要满1个月咯，传出讲民进党的立委对新政府的财经团队有意见。像伫6月就有一届，行政院甲民进党的立委针对着财违法开会讨论的时阵，党团的总调郭建明针对着金管会主委潘金良，敢若甲那边立委沟通真不满，讲当场起性地是互现场的气氛真歹看。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回应讲，伊也毋是一个外星人啊，沟通拢真好，可能是误会。郭部长上任前、上任后一再的提倡干净的核，几乎成为核电自走炮。这段话听了，面色全变甲真歹看。行政院长邓英台含内阁成员，最近请民进党的立委食饭沟通，讲实情，也毋过敢若无啥效果。我也没有参加这场会议，我想我跟总召沟通也非常良好，我想可能是个误会，而且我也不是外星人，谢谢。红看这是焦点的财经 AI 内阁，说含民进党袂合。听讲进前，行政部门和民进党团开会讨论国民党版本财违法的修正案，总调郭建明当场针对金管会主委裴金良，那讲自己讲，阮乃拢毋捌你，佮炮轰讲，敢若拜会过那被财委会立委，那咧你哪会坐伫遮？佮敢若要甲裴金良请离开会场，互现场的气氛真爱叫。或许有若干刚开始的不够双方彼此的了解，但这个都应该是半个月以前的事情。经过了很多次不同的会议，我认为双方的了解、认识以及对业务的熟悉，都比以前更好。听起来是双方要个咧互相了解，也毋过时间真赶。明仔载就要面对财违法达条审查，将中央统筹的税款重新分配。国民党团列入5大案之一，主题版本和民进党合作，要强势过关。在表决的时阵，拼过的赢。行政院为什么到现在财划法的版本一直不肯提出来，并且造谣抹黑？只要跟民进党不合意，就要搞复议的方式，搞到立法院每天都是烽火连开。财划法的版本，确实大家检视下去发现。其实都是只是在为自己所属的那个县市，来要去争取更多的资源，甚至是不成比例的资源。民进党承认三加真案，要安怎团结整合，共同对抗敌人，是目前的大难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